從貧民漁家女白手起家到大半個香港都有佢家族嘅印記，連李小龍同何鴻燊都係佢嘅後代。佢嘅故事顛覆你對香港豪門嘅認知。佢叫師弟，出生廣東新安縣漁村嘅疍家人。佢12歲逃落香港，一人打幾份工，經歷2段受挫嘅婚姻後，獨自撫養9個仔女，仲個個培養成才。大仔何東成為香港開埠以嚟首位華人首富，捐款起咗香港大學、何東學校、何東藏書樓。曾孫何鴻燊更係高價購回圓明園獸首，無償捐返俾國家。就連功夫巨星李小龍都係佢曾外孫。何東家族喺港英時代香港4大家族之首。何家家族涉及房產、航運、貿易，處處留名。佢嘅影響力跨越100年。佢嘅教育理念更絕。你嘅世界有幾大，取決於你識幾多種語言。唔好一扇窗盯住外面嘅世界。佢讓自己嘅仔女成為最早一批接受現代雙語教育嘅學生，讓佢哋開闊眼界，令家族打破富不過3代嘅魔咒，興盛100年。可惜晚年偃役，為不拖累他人，獨自喺船上離世。由漁家女到撐起100年傳奇，師弟嘅一生就係女性力量嘅最好證明。